參觀完睡房咧，依家咧就睇下佢間飯廳啦。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個咁簡陋嘅飯廳咧，其實一日三餐咧就喺入邊食㗎啦。嚟到越南嘅河內，如果想行街 shopping 嘅話，唔似得香港咁樣有咁多大型嘅 shopping centre 同埋購物中心。咁咧，如果想 shopping 嘅話，嚟到河內就要去36條古街啦。36顧名思義咧，就代表有36種唔同嘅行業，例如賣藤器啊、陶瓷、賣米、賣文具等等。只要你諗到嘅貨品啊，佢哋都會集中晒喺一條街入邊。咁而到咗夜晚，唔好以為會烏燈黑火喎，反而會越夜越精彩㗎。越南嘅下龍灣有海上桂林嘅稱號，因為喺海上邊有1900幾座唔同形狀嘅島山啦。咁而今日咁早出海，就係勇闖呢一個下龍灣啦。等我陣間落足眼力睇下邊一個石係007拍攝嘅場地先，跟嚟啦！呢度每一個島山個個形狀大小都唔同㗎，而當中有900幾個已經名花有主。好似嗰個就叫做狗仔餐，呢個就叫做鬥雞餐，而其餘嗰啲未有名嘅，大家可以發揮下你嘅想像力㗎。下龍灣蘊藏天然嘅鐘乳石洞，而當中最出名嗰個就係天公洞啦。喺1993年被人發現，而點解佢叫做天公洞？因為入到去你會覺得好似一個天上嘅宮闕一樣咁靚㗎。入到嚟2000幾年前已經形成嘅鐘乳石洞會發現柱狀又或者係石狀嘅岩石而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大家可以望上天花板粒粒突突嘅位置，似唔似雲海奇觀啊？下龍灣同陸龍灣最大嘅分別一個就喺河上面，一個就喺海上面。咁而下龍灣嘅山河美景充滿鄉村氣息完全可以感受到越南嘅大自然風情㗎。